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玫瑰戰爭主演楊善瑤、陳豪、林夏薇、馬國明、陳展鵬、姚子羚、傅嘉莉、陳志堯、鄺潔瑩、張永康、陳貞儀、林景晴、潘志文、李成昌、陳星如、黃庭鋒。故事大綱：影后關子瑩自殺，佢最好嘅朋友夏無雙7年後攞到佢本日記，先知俾好姊妹黎以雲、藍鳳儀、梁菲雅、林安安出賣，於是就用一封令4個女人心虛嘅信，拉開追查死亡真相嘅序幕。無雙為咗博取老闆陳雲生信任，聯合子瑩嘅秘密情人李德龍，趁住同4個女人一齊拍電影《玫瑰》嘅機會，借住重演一連串當年子瑩遇到嘅意外，聊到4個女人互相內鬥。隨住局面發酵，子瑩當年惹嚟殺身之禍嘅真相慢慢浮現。喺權力漩渦同慾望博弈之下，揭發出眾人或者因妒成恨，或者因利忘情，個個都曾經傷害過佢，推佢去死。無雙借力打力，推動局面演變成內鬥反噬，誓要揾出真兇，懲罰所有同子瑩之死有關嘅人。